继续来看香港的立法会正在进行国歌法二读的辩论。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伫拄则3点外表决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了。香港各界是伫昨就来发动着大三罢工、罢课、甲罢市，抗争的行动为2时持续到暗时。香港的警察伫中环、伫铜锣湾、伫旺角这所在展开着驱离甲逮捕的行动，至少有360个人去互抓去。下班交通尖峰时间，抗议民众用障碍物阻挡车辆通行。无偌久，水炮车、装甲车甲镇暴警察就到现场啊，随时准备要发射催泪弹要赶人。不过无偌远的所在，已经有抗议民众放火烧物件，引起现场的混乱。唔知讲这杂物内面有啥物成分？警方试行的灭火器嘛无法度拍火，所以讲必须要请消防队到现场协助。香港反国歌条例大三罢规工，拢是催泪弹、香蕉弹、警力声甲民众大声伫骂声音。这查甫人互人抓起来，坐伫路边，原警安怎执法的，看甲清清楚楚。原警验转这查甫人的脚头有，就有可能会这世人拢徛袂起来，也是大伊骹目挥袂顶袂动。伫现场民众一日看到了大声喊警察，警察这时阵才依照正常程序抓人。有的所在警力是占较优势，有的所在是抗议民众占较赢，估计有360个人互警方抓去。真侪人是学生，也有一寡上班族，莫名其妙就互警方带走。这日讲是反国教法200，也是今仔日北京人大港版国安法的内容通过公布了后，估计会引起更较大的冲突。